門咧就係一個6人嘅比較大嘅鞋櫃嘅位置啦。呢邊嘅話咧，入嚟咧有一個公共洗手間啦，同埋一樓呢個空間度嘅右手邊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廚房啦。6個人煮飯嘅廚房咧，呢個空間度都係夠嘅。咁一樓呢度咧仲有餐邊櫃嘅位置同埋餐廳用餐嘅地方啦，再嚟咧就係我哋個大廳，大廳呢度咧去到咗6米闊嘅，呢一個大廳嘅話咧比較闊，而且嚟講咧亦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再出嚟就係花園，呢個花園咧我哋如果話想睇啲比較靚嘅花花草草咧，就需要整理下，亦都係需要打理嘅。呢個花園佢大唔大細唔細，喺呢個聯排別墅嚟講咧，空間度咧算得上係啱啱好嘅。睇完咗一樓，我哋上去坐電梯睇2樓啦。落到嚟負1樓啦，呢一整層咧都係贈送嘅空間面積。喺呢一層入邊咧，我哋可以做影音室啊、麻雀房啊、健身房啊，或者同朋友聚會飲茶傾偈嘅地方啦。喺呢一層嚟講咧，負1樓濕氣比較重，我哋一定要做好保養咧，先可以將呢一層整得比較好嘅。有電梯嘅好處咧，翻上嚟2樓呢個房間咧，你都會覺得比較方便，而且唔會感覺到攰啊。2樓咧用作呢個長者房咧係特別嘅好嘅，因為咧佢落1樓係比較方便嘅，而且嚟講比較就近花園鍛鍊嘅空間度。2樓呢度一共係2個套間嘅，細嘅嗰個套間可以用作小朋友嘅套間嚟嘅，而且嚟講咧私密空間比較大，佢仲有自己用嘅呢個洗手間嘅位置啦。我哋而家坐電梯睇下3樓主人房2個套間先。上到嚟電梯睇下3樓呢2個套間先，一大一細嘅套間，而且嚟講咧都係自有嘅洗手間，所以嘅話咧比較獨立，私密性亦都係比較大嘅。而且嚟講咧睇翻主人房，主人房呢一個套間咧空間度非常之大啊！翻到屋企咧真正係關上門之後，心靈上嘅放鬆亦都係比較舒服嘅，而且嚟講獨有個陽台嘅位置咧，男主人咧仲可以喺出邊吸下煙啊，放鬆一下，而且咧呢個洗手間個空間度咧亦都係比較闊嘅。睇完咗3樓之後咧，我哋落下邊做個總結先。呢間屋咧建築面積232平方，使用面積達到咗400平方嘅，負1樓係送嘅。咁呢間屋咧係適合3代同堂或者話人口多個家庭居住嘅。畢竟嚟講，佢有4層樓，亦都係要打掃衛生咧會比較辛苦啲嘅，同埋嚟講咧佢個空間度大啊，所以嘅話咧每年咧應該要多花2000蚊嘅電費嘅。如果話我哋要買呢一間別墅嘅話咧，如果我哋嘅人口多咧係比較適合嘅。如果我哋淨係得2個人住嘅話咧，咁呢一間別墅咧打掃起嚟咧就會比較辛苦同埋比較麻煩嘅。咁呢一款別墅咧，亦都係我哋人生追求嘅終極目標嚟嘅。如果話你喺度睇緊別墅，你又想揾比較靚嘅聯排全新別墅嘅話，你不妨嚟睇下呢一間係咪你自己中意嘅選擇。